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他妻子是亞倫嘅後人，名叫伊麗莎白。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嘅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責的，只是沒有孩子，因為伊麗莎白不生育，兩人又年紀老邁了。好啦，咁咧就個背景咧就好即係清楚啦。路加福音咧就路加寫嘅時候咧就描述個背景，大家睇嘅時候咧集中咧紅字或者黃色嘅 highlight 嚇。咁咧就有個人啦，佢係祭司嚟㗎，神職人員嚟啦嚇。咁咧佢咧係即係義人啦，喺神面前咧都係好守呢個律法嘅嚇。咁但係咧冇仔喎當時古代嘅社會，咁中國人嘅社會都係啦即係以往咧都係比較，如果冇仔咧，好似係好即係唔光彩嘅事咁啦咁咧就但係咧呢個情形咧就係佢哋年紀越嚟越大啦，都好緊張啦，冇仔女喎，咁點啦咁咧當然佢哋一齊祈禱啦，同心祈禱啦，祈咗禱好耐啦真係神咧答應禱告啦。咁阿 Pins 繼續。撒迦利亞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嘅職分，照祭司嘅規矩祭籤得進主殿燒香。燒香嘅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有主嘅使者站在香壇嘅右邊向他顯現。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嘅祈禱已經被聽見。你的妻子伊麗莎白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嗱，呢度個主嘅使者咧，同埋天使係同一個字嚟嘅，原文裏邊其實咧就係將神嘅話語咧帶俾人就係主嘅使者咁咧就黃色 highlight 嗰度咧，佢就講啦，話即係當撒迦利亞一睇到嘅時候咧，梗係驚啦咁咧就同佢講話唔使驚，話你嘅禱告咧已經答應咗啦。咁咧就同佢講咧就話你咧將會生呢個仔叫做約翰咁但係咧你估佢點講咧？佢話我憑着什麼可知道這事？我已經老了啦。我哋一陣間會再睇翻呢個情形，佢就咁樣即係回應神嘅使者喎。你估結果會係點咧？好啦，咁Pins 繼續。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他在主面前要將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他必有以利亞嘅心志能力，行在主嘅面前，叫為父嘅心轉向兒女，叫忤逆嘅人轉從義人嘅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嘅百姓。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憑着什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了。嗱，你留意呢度咧，即係呢個使者咧就同佢講咗，話俾佢聽咧，你個仔咧就有呢個以利亞嘅心志啦即係以利亞舊約一個先知，咁咧喺聖經都有預言過啦即係主嚟之前咧有即係神會差遣一個好似以利亞嘅先知嚟到咁咧就其實約翰咧就係完成咗呢個即係預言嘅咁咧就佢嘅事工咧都介紹埋俾佢聽，但係咧呢個撒迦利亞咧對天使咧就講咗即係如果你單憑睇呢樣嘢咧，你覺得即係唔好怕咗問因為亦唔需要怕但係咧佢個心態咧就係有啲唔信聖經，一陣間咧會記載啦。佢首先咧問啦，我憑着什麼可知道這事咧咁咧就英文叫 By what I will know 即係話佢咧要攞啲證據喎。哇！你講得咁好，係咪真㗎？憑據聖經有時講即係話係一啲記號我需要一啲記號咁先知道嗰樣嘢係真啊。問問題唔緊要嘅，冇問題嘅。你同神講嘢嘅時候咧，或者直接間接咧，你都可以問問題嘅所以咧，我哋有即係查經係鼓勵人問問題嘅。但係問題咧就係首先佢全部集中自我中心，佢淨係睇自己。我已經老啦，人係好似冇可能咁唔單止係佢喎，佢話我嘅太太年紀老邁啦，但係佢唔記得咗舊約亞伯拉罕同埋呢個 Sarah 都係年紀老邁，神應許俾佢有個即係仔嘅咁佢冇喺聖經話語學習，而係淨係睇自己嘅困難咁咧就跟住咧就有好突然嘅事情發生啦。好啦，咁天使回答說：我是站在神面前嘅加百列，奉差而來對你說話，將這好信息報給你。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巴，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就嘅日子。百姓等撒迦利亞詫異他許久在殿裏，及至他出來，不能和他們說話，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裏見了異象，因為他直向他們打手勢，竟成了啞巴。他
他公職嘅日子已滿，就回家去了。好啦，嗱呢度咧中文和合本咧就翻譯啞巴，但係原文咧呢兩個字係唔同嘅啊。第一個啞巴咧其實咧就係 silence， 話沉默靜咗。耶穌基督都係有用呢個字嘅。當喺新約嗰陣時記載耶穌基督見到呢個風浪嘅時候，喺風浪當中咧，佢即刻話嗰個住了吧，靜了吧，就係其中一個字啊。咁耶穌基督即係被釘十字架之前咧，佢俾好多人即係誣告咧啊。咁耶穌基督咧係選擇佢自己選擇係 silent 沉默，又係用呢個字啊。咁第二個字咧下邊嗰度啞巴嗰個咧就真係啞巴啦。頭先即係影音嘅同工同我講話瞄咗個咪啊，咁我突然間諗起，瞄就係呢個字啦，即係冇聲唔能夠出聲啊。咁係兩個係唔同嘅嚇。哇！你有時諗下後果咁嚴重嘅嚇，點解問下啫喎嚇？啞巴咁都幾慘喎嚇。但係咧你唔好唔記得咧，你睇真啲咧，翻轉頭再睇嘅時候咧，佢話我憑咩啊嘛？其實咧神咧想佢沉默，俾一個好啊記號，俾個記號你咧就係唔能夠出聲，就係咁嘅意思啦嚇。但係咧唔係話佢一世都唔使出聲喎，係話直到這事成就嘅日子。嗱呢個咧就係神嘅可以話一個管教啊。有啲人話係懲罰，其實咧主要咧都係喺適當嘅時候、適當嘅人咧，神用佢嘅方法啊去幫呢個撒迦利亞。所以咧撒迦利亞咧完咗之後咧，發覺咧佢如果識轉向神嘅時候咧，佢個生命咧係會唔同嘅，因為佢更加經歷到神嗰個恩典同埋神話語嘅真理啊。咁好啦，呢度咧再即係解釋，大家希望記得咧，就係有陣時咧，我哋未必相信或者對神嘅應許有懷疑嘅時候咧，我哋需要沉默一下，或者有啲事情咧令到我哋要需要安靜一下啊。尤其是我哋經歷呢個低谷、失敗、挫折，一定有嘅，每個人都會有嘅，心靈低沉啊。咁沉默、安靜，重新調整我哋生命焦點，就轉向翻向神，睇神嘅話語啊。好啦，咁咧頭先我講喺第二點嗰度有兩個人物啊，第一個就係撒迦利亞呢個祭司啊。咁咧就另外一個人物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啊，瑪利亞。瑪利亞一樣同樣有問題喎啊，所以咧但係瑪利亞咧冇即係成為一個啞巴啊。咁咧請天使繼續。天使對他說：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嘅位給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好啊，嗱呢度咧就同樣天使咧同呢個瑪利亞咧係顯現嘅時候同佢講，即係講咗即係佢會懷孕生子啊。咁對佢嚟講咧喺呢度咧，瑪利亞咧有啲掙扎啊，因為咧佢係許配咗俾約瑟，但係咧許配就好似訂婚咁啦，仲未結婚嘅喎，係嘛？所以咧佢都唔係好明啊。咁佢一樣問問題啦，嗱，留意下佢點樣問問題啦。同撒迦利亞咧有啲唔同噶。好啦，瑪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由被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嗱呢度咧就係有啲唔同啦。佢淨係想知道多啲關於點解有呢個事情發生咧啊，因為佢實際嘅情形咧係未出嫁噶嘛，咁點解會懷孕生子咧？咁天使咧就同佢講啦啊，其實呢個出嫁原文咧就係冇同男人有親密嘅關係，就係咁嘅意思。不過中文翻譯得更加即係文縐縐啊。咁咧就天使就答咗佢啦，就係透過聖靈要臨到瑪利亞嘅身上啊，至高者嘅能力咧蔭庇佢。哇，係跟住呢個使者同佢講：你生嘅聖者咧就係神嘅兒子。咁你估下，或者你可能都知道啦啊，即係圖片嗰度都有講啦。佢咧就係好願意成就神所嘅話語。好啦，咁當你做一個比較，用一個圖表去比較撒迦利亞同瑪利亞對天
天使嘅即係俾出嚟每個人嘅唔同嘅情形咧，有唔同嘅反應嚇。其實喺路加福音第1章、第2章咧，先至係出現過天使嘅或者使者嚇。咁路加福音咧係到最尾嘅時候咧，先至天使再出現。其實集中都係講耶穌基督嘅生平。路加福音成本嚇。當耶穌基督完成咗救恩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聽到神嘅對我哋説話咧，係從聖經同埋聖靈嚟嘅嚇。但係咧，我唔會排除都話有天使。如果你有時真係天使嘅咧嚇，唔係話冇咁嘅可能。但係好多時候咧，係透過聖靈，當你靈修嘅時候咧，同你講説話，你點樣去回應神咧？神嘅話語，你用心每日去讀聖經嘅時候咧，你有冇每天嘅靈修係講每次讀聖經，我就想認識耶穌基督多一啲，以致聖靈可以同你講説話。咁呢兩個人物係俾我哋一個係榜樣。當然啦，最好咧就係好似瑪利亞咁。嗱，下邊嗰句咧就係瑪利亞回應嘅，我哋一齊嚟讀好嘛？瑪利亞最低嗰句，瑪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哇！呢一句真係好得無比啦，係嘛？你可以化做禱告啊！我是主嘅僕人，情願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哇！呢句真係反映咗比較嘅時候，佢哋嘅動機咧，撒迦利亞淨係睇自己求證明，瑪利亞嘅問題咧，兩個問題都 OK 噶，一個求證明，一個求明白。你同樣可以同聖靈講噶，聖靈感動你嘅時候，話叫你去同某個人傳福音，或者將咗救恩帶俾其他人嘅時候，你嘅回應係會點咧？你可以問神求你開路啦，一路一步指引。抑或你話有咩憑據啊？係嘛？背後咧，因為撒迦利亞唔信，而瑪利亞咧係信靠神所以對神嘅懷疑咧，撒迦利亞比較嚟講咧係懷疑。而瑪利亞咧一聽到知道神同佢講説話嘅時候咧，就立即接受，即刻以神為中心，而撒迦利亞咧就自我中心嚇。好啦，咁咧跟住咧天使都同佢講咗一段嘅時候嘅，而以利沙伯咧當時咧呢個天使咧就同瑪利亞咧講一個神所顯嘅神蹟，就係以利沙伯佢嘅親戚係年老啦，都懷孕講咗俾你聽。咁而瑪利亞咧好聰明喎，想求證嘅喎。如果你睇翻路加福音嘅時候鼓勵翻去大家再睇過，哇！呢個好精彩嘅場景即係瑪利亞雖然有信心，佢都要求證明㗎。所以咧，神話佢會懷孕生子嘅時候咧，咁佢亦知道佢嘅親戚年老啦冇生仔嘅時候，就即刻去揾佢，發覺真係佢個親戚以利沙伯咧年老都懷孕生子，所以呢個證據咧係神再俾佢肯定，神係會成就佢嘅救恩同埋計劃。好啦，咁就Pins 幫我哋讀。瑪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因為他的顧念他使侍女嘅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嗱，路加福音咧有4段嘅稱頌，呢段咧其中一個稱頌叫做瑪利亞尊主頌，係佢同以利沙伯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對神發出一個讚美咁反映到咧，如果你睇舊約嘅時候咧，瑪利亞係非常之熟悉聖經嘅舊約。譬如咧，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咧，對應翻舊約咧，撒母耳記上一個母親叫哈拿嘅禱告2章1節，佢咁講：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雖然唔係絕對一樣，但係個意思一樣，表達咗因為神嘅作為發自內心嘅喜樂咁嘅意思。咁路加福音1章48節咧，佢講到他顧念他侍女嘅卑微有個解釋嘅侍女咧，佢就知道自己嘅身份好低微嘅。有啲人譯做咧侍女咧就好好聽啦，可能係其實係妹仔即係佢知道自己嘅地位好卑微。應對舊約撒母耳記上1章11節，萬軍之耶和華，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婢女同侍女其實都係基於呢個舊約嘅聖經。仲有詩篇138篇6節講到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佢非常之熟悉舊約多睇聖經嘅時候，聖靈充滿嘅時候，你就可以化做祈禱去讚美神
咁咧跟住咧就係講翻撒迦利亞嗰邊啦。以利沙伯咧按神嘅應許同埋計劃生咗約翰。咁佢啲鄰居啊、親戚朋友啊一齊咧就係好享受主嘅憐憫同埋呢個咁好嘅喜樂，喺年老嘅時候可以生到個仔約翰。咁喺嗰刻生咗之後咧，撒迦利亞本來係出唔到聲，突然間就出到聲。聖經所講嘅呢個就係佢要講嘅憑據啦。哇！佢幾開心啊！突然間出到聲，佢有差唔多1年可能或者10個月啦，係冇聲出喎。佢冇聲出係點啊？好在咧，佢太太又聽得明佢講，唔知指手畫腳抑或寫嘢咧佢太太咧都知道佢因為咧本來嗰啲人咧，因為佢冇聲出嘛，話改佢個仔個名叫做撒迦利亞，好多人都係咁啦。你知道美國人佢爸爸係個名同一個名都有㗎可能中國人就可能少見啲不過咧，即係傳統咧，猶太文化咧就係改佢爸爸個名，但係咧因為撒迦利亞聽到開始嘅時候之前，天使使者同佢講要改到個名叫做約翰所以佢話唔係，咁突然間講到啦，話要做約翰，其實係佢太太講先嘅其實佢呢個成家人咧個原文咧都好有意思嘅。撒迦利亞咧就係神嘅紀念，而以利沙伯咧個原文嘅意思咧就係神嘅聖約，而約翰咧原文嘅意思咧就係神賜下恩典。所以成句睇埋嚟講咧就係神紀念佢嘅聖約，賜下呢個恩典。呢個恩典約翰咧，我哋會一陣間再好快睇下佢個嚟嘅神差派佢嘅工作咁撒迦利亞喺一講翻嘅時候咧，路加福音即刻記載佢咧被聖靈充滿，就預言說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哇！你最初諗下，好似如果受罰嘅時候冇事啦，你淨會唔會即係話咁好似佢咁開心咧原來咧佢明白神嗰個計劃，佢唔介意喺一段時間佢沉默，因為佢淨可以做其他好多嘢嘅，即係聖經記述咧，佢喺聖殿裏完咗佢份即係當時要做嘅職位咧，佢先翻屋企所以佢唔係話乜都唔做得，只不過咧佢話要有一個憑據嘛，就俾你憑據啦，就唔出得聲但係一出到聲嘅時候咧，即刻讚頌神，因為神俾佢見到神嘅安排同埋計劃預備再唔係聚焦自己，而係宣告神嘅救贖計劃同埋預備。佢所講嘅一陣間我睇下一章喺路加福音講嘅，就係基於馬拉基書係聖經舊約最後一本書，神嘅啟示同埋以賽亞書9章2節。我哋請邊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好，唔該好，繼續讀埋。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首先睇翻救恩嘅起頭咧，就係從赦罪開始嘅。神赦免咗我哋嘅罪，係點樣赦啊？唔係靠嗰啲羊喎，耶穌基督係真神羔羊嚟到呢個世界，係將自己身體獻上以至完成呢個救恩，所以我哋先可以得到赦罪呢個係救恩嘅起頭所以咧，撒迦利亞跟住咧，因為喺接近1年嘅時間去默想神嘅話語，去祈禱，聖靈又感動佢嘅時候咧，以致咧佢宣告咗呢個好嘅作為今日嘅總結嘅經文。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嘅路上。好咁清晨嘅日光咧，係象徵黑夜嘅結束同埋新嘅開始。大家都知道啦，當有光嚟嘅時候咧，就會驅走黑暗，使人睇到清楚嘅方向，同埋會帶嚟溫暖同埋生命冇光咧，呢個世界咧就係空虛混沌。喺創世紀開始嘅時候咧，都講到呢個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咁係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嗰個第一日就係講明光喺物理層面呢個光咧能夠驅走黑暗。但更重
要咧喺呢度我哋睇到咧，唔單止係講物理嘅光，而係心靈層面嘅光。所以咧，佢講啊，從高天臨到我哋嘅光咧，係出於神嘅憐憫。我哋每個人嘅救恩得到拯救，都係神嘅憐憫。你睇翻自己，我哋個身份都好卑微。我哋有好多時候做錯嘢、講錯嘢，係嘛？或者傷害其他人，但係神都係可以透過耶穌基督，因為佢嘅憐憫嘅心腸，我哋會唔會體會神憐憫嘅心腸咧？所以咧，呢個光咧就係真光，指向耶穌基督，佢照亮人心中嘅罪惡、無知同埋空虛混沌。我哋內心嘅空虛混沌，只有真光一照嘅時候咧，喺活喺黑暗死陰中嘅人看見真理，以致我哋明白真理，睇到真光嘅時候可以悔改歸向神。唔單止咁喎，神會引導人嘅腳步走在平安嘅路上。呢個就係神所預備嘅拯救啊！咁咧，頭先我講過有4個圓圈啦啊，其實咧紅色嗰個圓圈咧就係代表耶穌基督呢個真光嚟到呢個世界。呢個世間本來係死亡黑暗，但係佢嘅真光咧係驅走黑暗，將呢個死亡嘅捆鎖，神係將佢打破咗，透過耶穌基督咧嘅復活咧係打破咗，釋放咗人係喺呢個死陰幽谷坐喺度等死咁嘅意思啊！本來就係等死嘅啊，但係咧就一照亮咗我哋，令到我哋有出路啦。好啦，咁咧或者時間方面咧，我做一個好即係簡單嘅見證作為呢個總結嚇。咁撒迦利亞喺開始嘅時候咧，對神嘅話語咧係懷疑同埋唔信嘅，要一個憑據，咁佢得到啦，沉默，唔能夠説話，直到佢個仔阿 John 即係約翰啊出世。但係佢之後所經歷嘅生命嘅更新，就令到佢明白神救恩嘅計劃。呢個豈唔係反映我哋以往嘅經歷咧？我嘅見證就係，其實我開始做基督徒嘅時候，都好似撒迦利亞咁樣，對神話語唔夠信心。我讀書嘅時候，讀完嘅研究院嘅時候咧，係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當時喺第2年咧，要考一個叫做最後嘅資格試 （comprehensive test）。我 pass 咗 qualify， 即係資格試第一個。但係咧，如果唔合格咧，最多考多一次，跟住咧就會決定你會唔會繼續做研究咧。當時咧我好緊張，考試之前咧嘅時間咧，嗰個禮拜甚至冇返主日學崇拜，其實就係唔想靠神，係靠自己嘅努力。但係點知咧，呢個資格試咧出嚟咧唔合格，我即刻唯有轉向神，尋求神嘅帶領。有1年嘅時間，我心情雖然好似患得患失，但係我轉向神嘅時候咧，再去應付最後呢個資格嘅試嘅時候咧，反而有平安。我將自己嘅將來交託喺手上，我同神講，因為呢個試咧係考晒所有物理，由你幼稚園至到大學嘅所有嘅嘢啊！我要用2個嘅暑假。我記得有陣時我對住呢個湖嗰度喺度諗嗰啲 equation 係啲哇！但係我見到神嘅創造幾真實，我相信神只要我哋交俾神嘅手裏邊，神一定會開路。所以咧，我帶住知道佢一定會帶領嘅時候咧，嗰1年咧，我更加認真去認識神嘅話語，正參加呢個祈禱會，為我嘅同學得救祈禱。考試之前，我好記得嘅，照常返崇拜，冇搞腳。咁結果咧，唔單止我考試合格，我接觸嘅同學中咧有15位相信主耶穌。呢個完全係神嘅恩典同埋聽到祈禱。呢個經歷讓我知道，好似撒迦利亞知道經歷到神嘅恩典嘅時候，我好願意繼續尋求神，繼續參與神預備我去為佢做見證嘅。就好似呢4個圓圈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做見證唔係靠我哋自己嘅，自己冇用嘅。我第1年嘅時候同同學咧，即係大家都讀物理啊，拗到面紅面熱，冇人信主啊。但係當我獻俾靠住祈禱嘅時候咧，先至神開路，令到有人信福音嘅果子嚇。所以咧，紅色個圓圈救恩臨到嘅時候咧，係我哋需要成聖，需要我哋經常去喺神嘅話語裏邊思想，唔單止透過團契、主日學同埋崇拜去認識神，
更加咧係為主作見證。當我哋受神準備裝備嘅時候咧，我哋喺個新創造嗰度咧，我哋將神嘅真光好似下邊嗰度翻去，將神嘅救恩帶翻去俾一啲坐喺黑陰、死亡等死嘅人。無論你係親戚朋友，你有冇咁嘅心願去將呢個救恩帶翻俾佢哋？正如我哋得救嘅時候，亦有我哋嘅朋友親戚去將呢個福音傳俾我哋。所以呢個路線圖希望你記得，每一個圓圈就代表一個歷程，係反映成個神嘅救恩嘅創造，從舊嘅創造去到新創造同埋榮耀嘅路線圖，係要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份參與。最後做一個結束嘅時候，我俾大家1分鐘去思想。你唔需要舉手。你係面對救主嘅時候，有2個問題：我係依靠自己嘅計劃，抑或係順服神嘅帶領？我係唔係願意為主作見證，將基督嘅真光同埋救恩帶俾破碎嘅世界？我嘅鄰居、我嘅親戚朋友，甚至唔識嘅人，將呢個救恩傳開去。我哋一齊定默。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俾我哋睇到路加福音呢2個嘅人物，撒迦利亞同埋瑪利亞，佢哋對神嘅話語有唔同嘅反應，唔同嘅回應，亦都係反映咗我哋嘅開始嘅時候，每個人都有啲掙扎，有啲不信。但係當我哋再轉向神，去尋求神嘅時候，主啊，俾我哋力量、勇氣去回應神。我願意你差遣我哋，我願意為你將呢個真光係傳俾更多嘅人。我哋唔知點樣，但係我哋願意嘅時候，你為我哋開路，因為你已經願意作為真神羔羊，正如頭先嗰首音樂嚟到呢個世間，唔係享福，而係有一個大使命，拯救世人嘅重擔。喺十字架上被人厭棄，被人誣告，你都沉默。主啊，你所流嘅血係最重嘅代價，拯救我哋。我哋滿心感謝你，俾我哋呢個恩典，唔好忘記呢個咁寶貴嘅應許同埋恩典，以致我哋將神嘅恩典同更多人分享。主啊，幫助我哋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去聽到你嘅心聲嘅時候，真係回應我願意。求你加添我哋每個人嘅勇氣。我哋希望更多人信靠你。我哋唔希望我哋有一日返天家嘅時候，帶住一梳蕉乜都冇，而係喺我哋生命裏邊結出屬靈嘅果子，同埋生命嘅果子、福音嘅果子，去榮耀頌讚呢位永恆嘅真神同埋救主耶穌基督。